Always love you。啊，喝一下啦，喝醉一点，听起来比较好听。然后也因为认识优卡，所以比较多机会去日本表演。在去年的时候去冲绳音乐季，然后刚好到冲绳，我就想到一个，因为冲绳像日本的原住民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就是一个岛，离日本还蛮远，然后他们也自成一格，就有自己的文化，连打招呼的方式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通常都会讲空邦哇嘛，空尼基哇，可是那个冲绳岛那边讲嗨塞，嗨塞嘛。你们有去过冲绳吗？偶像剧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蛮特别的。然后因为那边的人也很会唱歌，也很会喝酒，真的跟原住民像。啊，有一个歌手是来自于冲绳的，在日本蛮有名的，叫安室奈美惠。听过没有？阿鲁莫奈耶，耶，哎呀，真的就是他。你看，他最近造型变了，他的头发变卷了，好一样很美，他都不会老了。我从4岁的时候就。那个署名，他是送你的。送我的，真的。可是这个都是讲女生的化妆品的。也可以啦，参考一下，看最近女孩子在流行什么。他说我跟你们，我最近在流行我跟你们说，很复杂，因为封面是我的偶像，安室奈美惠，我唱歌给你听啊。我真的有写一首歌在日本，然后就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，就直接在冲绳那边唱这首歌，说唱给安室奈美惠，然后青木由香也听了，他也哈哈大笑，可是他还是帮我把歌词写好的，然后就在日本那边唱。其实日本人还蛮守规矩的，他们通常在表演的时候不太会录影，也不会录音哦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说，你们可以帮我录音这样子。然后说拜托啊，你都在冲绳的，帮我录音啊，帮我 email 给安室奈美惠，已经2年了都没有消息，这个还是回来靠台湾朋友们，你们认识安室奈美惠的，帮我跟他讲一下，首歌很好听，适合他可以跳舞的那种，真的，不信的话带这首歌安室奈美惠。